OK 好，咁啊同學，咁我哋咧就去睇睇明報啊。OK 咁咧就其實我哋學校咧就買咗3項嘅報紙嘅通識網啊。OK 3種嘅報紙通識網，第一種咧就係呢個信報啦。咁我哋之前講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維科啦，維科都講咗。咁啊 Miss Chan 咧喺圖書館嗰位嘅圖書館主任 Miss Chan 咧，其實都同你講咗。咁我哋咧亦都即係喺可能較早前之前咧都有少少補充嘅。呢度咧就講明報嚇。OK 明報咧就係另外一個我哋好多嘅學生咧都好中意用嘅，因為咧入面嗰啲料咧可能都好啱你㗎嚇。好咁啊，首先一樣嘢咧就係要知道啦，咁啊就明報嘅通識網咧就係叫呢個名啊，www.live.明報.com。OK， 用戶名就係呢個，登入資料就係呢個。OK， 咁你一上到去呢個網址之後咧，你就應該咧係會見到係啦呢個咁嘅情況嘅。咁我就登入啦，登入完之後。咁我就可能打埋密碼啦，咁我密碼好似話係叫1 2 3 4喎，係咪啊？咁然之後登入啦，即係唔登入咧係冇用嘅話。好，咁啊登入咗之後咧，佢就話俾你聽咧，瀏覽咧就係成功啦咁樣。咁成功之後咧，咁就冇你啲廣告啦，啲咩鮮奶嗰啲咩冇理㗎啦 ，OK， 又賣廁紙嗰啲啊，冇理佢。咁咧就呢個你要自己 click 一 click 先得嘅啊 ，OK， 咁你可以放大少少啊 ，OK，click 一 click 入去，咁你可以繼續瀏覽。OK， 嗱嗰啲廣告唔使理㗎啦，呢啲廣告好中意啊，唔知點解成日彈啲咁樣嘅廣告出嚟啊，冇理佢。好，咁咧就呢度咧最好嘅地方咧，即係我啲同學最欣賞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原來咧將啲專題咧同你輯好晒嘅，即係咧佢認為好多同學咧都中意即係研究嘅啲專題，例如最近可能研究世界盃啦，佢竟然咧會同你咧。將相關嘅資料咧就擠咗喺一個咁樣嘅 folder 入邊，咁啊就俾你咧就慢慢揀嘅。OK 例如咧學世界盃係咁喎 ，OK 咁咧就即係你可以睇啦咁樣。OK 咁啊入邊咧就有晒啲同世界盃有關嘅嘢，連討論區都有埋添。咁當然啦，呢啲嘅網站呢啲咁樣嘅廣告實在太過競爭啦，禁之不盡，冇辦法啦。咁咧就即係連討論區都有喎，係嘛 ？OK， 咁你可能咧就入去呢個討論區入邊咧，就即係睇下有冇啲人有啲意見啊咁樣。咁如果呢啲意見咧，其實係即係都你覺得係對你有用嘅話咧，可能係你一個嘅 IES 咧嘅其中一個即係好好嘅取材嘅喎嚇。咁呢個可以考慮嘅。好，咁啊翻去頭先嗰邊先嚇。OK， 好啦。咁啊，例如即係佢可能講世界盃咁先算啦。哇！即係原來世界盃好多問題嘅喎，有咩問題咧咁樣咁佢有時候好奇怪嘅 ，OK， 唔知點解睇下嘅時候咧，又會叫你再登入嘅，好似明明登入咗㗎嘛，係咪先？冇理由咧登入完之後你又再登入㗎嘛 ，OK， 咁啊唔緊要啦，如果佢叫我再登入嘅話咧，咪再登入多次咯。咁有時咧就係怪怪地咁樣嘅 ，OK， 係嘛？我登入完之後，係卒之人要俾我睇，係咪先？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有時呢啲即係電子嘅嘢咧，都係會令人咧覺得即係。有少麻煩嘅，不過唔緊要啦。咁就始終好過我哋自己咧就走去買份報紙睇，有時買唔翻㗎嘛。佢6月12號啲報紙點買啫，係咪先 ？OK， 咁就佢入邊都會講一啲可能你需要知嘅知識嘅喎。例如可能我想研究下探討香港個世界盃究竟為何舉個例啦吸引到中學生或者青少年嘅關注，可以咧就日以繼夜啊，有夜以繼日啊，有廢寢忘餐啊 ，OK， 同埋翻學啊。翻工咁樣去睇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咁佢入邊咧可能會有啲嘢咧都會幫到你嘅 ，OK。咁我都係提翻你一句啦，就千祈唔好咧就抄嘢 ，OK。即係你唔好話呢句非常之正啊，或者呢句非常之正咁樣吸啦 ，OK， 把成句吸。呢個同學咧就係蠢到咧，即係叫做咧冇辦法冇藥醫嘅，基本上即係連明報專訊都照吸嘅喎，即係驚死人咧就唔知佢咧就抄嘢，連呢句都吸埋。嗱咁樣搞法嘅話咧，你都係提早咧即係叫做了結咗你嘅。即係叫做學習上嘅生涯㗎啦，因為咧你如果俾呢個嘅考評局知道咗你咧係copy paste抄嘢嘅話咧，即係其實嗰件事件好嚴重嘅，係可以會俾人咧就係開除咗你嘅考試資格嘅。咁兼且咧係啦，即係第日嘅各大傳媒咧就會去報導你個情況㗎啦，係咪啊？所以咧即係奉勸大家千祈唔好咧就咁懶。如果你真係覺得呢段説話好正嘅話咧，唔該你用你嘅文字去將佢撮寫一次，係撮寫唔係抄寫啊 ，OK。好咁啊！除咗呢嚿嘢好之外咧，我覺得咧，佢其實有一樣嘢就好好嘅，非常正嘅，就係叫做調查報導。
嗱，有啲同學咧就好自閉嘅 ，OK， 即係好似咧阿元嗰啲咁樣啦 ，OK， 即係咧啲機遇永遠唔屬於我嘅，即係我班都有幾個呢個人啦，OK，咁講埋晒啲嘢 ，OK， 咁點咧咁樣？即係我唔識朋友喎，冇人同我去即係做呢個訪問喎，冇人咧就同我去做呢個問卷喎，係嘛？即係見到個樣之後咧，即係被如遠之喎 ，OK， 咁點算啊？咁樣唔緊要，嗱，我哋呢個網站咧幫到你嚇 ，OK， 如果你真係咁冇朋友、咁內向啊，咁孤獨啊、咁封閉嘅話咧，不妨睇睇 ，OK， 我哋嘅明報網站咧有啲嘅調查咧，可能已經晨早幫你做咗㗎啦 ，OK， 咁你只需要咧 click 問卷調查嗰度，再望一望 ，OK， 咁可能舉個例啦，我想做中港矛盾。其實我嗰班都好多人做中國矛盾啦 ，OK，2F 班嘅，咁我其實都略有所聞咧，其實都有啲班學 2E 咧都係幾多人去做呢個嘅即係嗰個中國矛盾問題嘅。咁中國矛盾咧就其實係同身份認同有關啦，係咪？大家即係知道啦，係咪？即係話你蝗蟲我自己唔係啊，話人哋黐啊，自己就嗨啊咁樣，係咪 OK， 咁呢啲咧就可能同個身份認同有關嘅喎。咁我正常嚟講應該要做個問卷啦，係咪？即係問一問咧，你究竟認同自己係香港人多啲，定中國人多啲咧？定係話即係你覺得對中國人自由行嚟香港嘅情況有啲咩嘅睇法啊？贊成與否啊？咁樣係嘛？我真係冇咁多人脈關係做到呢啲嘢喎，咁點咧？會唔會係啦？呢份明報嘅資料入邊幫到你咧 ？OK， 真係幫到喎！呢啲嘢真係好食白啲咁講出嚟。好啦。咦，40% 嘅人咧就自稱自己係香港人，20% 嘅人咧就自稱自己咧係呢個中國人。OK， 咦，係啦，咁呢個咪就係我哋想要嘅數據咯，係嘛？咁於是乎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將呢個嘅數據咧就係點樣記低佢啦。OK，原來咧近年嚟嘅青少年咧，其實咧都較多係認為自己係香港人多過咧就係中國人嘅喎。OK， 認為自己中國人咧得20% 嘅啫。咁嚟自邊度咧？唔係嚟自明報嘅。OK，原來嚟自一個叫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OK， 嚟到去即係俾我嘅資料嚟嘅。OK， 咁佢咧就問咗成700幾人，咁係咪好過我哋自己問幾個啊？係嘛？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如果你用呢啲嘅資料，雖然係二手資料啦 ，OK， 咁但係佢嘅專業性、佢嘅準確性咧都幫到你去做呢個嘅中港矛盾嘅可能係出現原因嘅喎。我覺得係可以用。OK， 嗱，我都係再三提多次，千祈唔好直接抄。OK， 用你嘅文筆用你嘅方法嚟到去將呢啲嘅研究結果撮寫一次 ，OK。例如一段咁長嘅嘢，我相信經過你嘅處理之後咧，你可能咧真係變到3、4行，你就可以咧就係寫到呢篇嘢嘅重心㗎啦。佢最主要咧，我估都係講中國人嗰個認同咧就係麻麻地咧，香港嚟講 ，OK。大部分香港人咧都係認為自己係香港人嘅 ，OK。咁可能會有少少分數啊咁樣嘅即係叫數據俾你咁樣 ，OK。好，咁咧就另外都想提同學啦，呢個其實都好正嘅喎。我唔知同學仲記唔記得喺你哋嘅 IES 嘅 proposal 入邊咧，就其實有一項咧就叫你哋去説明嗰個嘅一啲嘅重要嘅 terms 嘅 ，OK。咁呢啲 terms 邊度揾咧？有時咧同學咧就會去維基度揾啦，結果揾完之後仲要錯嘅啦，係咪先 ？OK。咁咧就原來咧呢度有個好消息啦，原來咧明報都有嘅。即係例如，人口老化喎，香港人口老化原因 ，OK， 咁人口老化呢個 terms 咁你要解釋㗎嘛 ，OK， 原來咧明報幫你解釋埋人口老化意思咧係啦，就係咁啦，人口老化咧就係有呢樣嘢 ，OK， 當然我又係咧不厭其煩提多句，千祈唔好，絕對唔好就咁直接 copy and paste， 唔該用你嘅文筆，用你嘅方法去將佢整理一次 ，OK， 人哋咧就俾10行你，我唔該你整理完之後咧 ，OK， 出翻3行出嚟。OK， 佢千祈唔好直抄，否則嘅話咧，現代教育事件咧又會重現眼前啦。OK， 咁可能經濟結構單一化咁呢啲，又係會呢種 terms 俾你嘅。所以咧，好多同學咧就好中意用呢個網嘅，因為呢個網咧啲資料實在太多啦。OK， 深不富連漫畫都會有嘅。OK， 嗱咁有啲同學咧就中意用呢一個嘅即係父母嗰個嘅教導方法啦，即係例如咧就可能係咩直升機父母啊咁樣。OK， 咁。唔少嘅報紙咧都會有呢啲報導嘅，甚至乎連漫畫都有畫嘅喎。OK， 咁呢啲漫畫會唔會都幫到你咧去説明咧而家啲人係點樣睇呢個所謂怪獸家長啊，或者係港孩嘅呢個問題咧咁樣 ？OK， 咁呢啲咧都係全部幫到你嘅。OK， 呢度都再提多同一次啦。如果你用完之後咧，就唔該你 log out 翻去啦。OK， 如果唔係嘅話咧，第二個堂咧就可能會改用㗎啦。咁撳 log out 咁基本上咧就得㗎。OK， 好。
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先，講一同學。